國企指數2026年4月終於成功反彈，但係3416同埋2802呢兩隻 Covered Call ETF 反彈得完全唔夠。Covered Call ETF 最驚嘅事終於發生咗。ETF 發行商所標榜嘅派20厘息嘅目標，其實總回報究竟有冇咁多？派完息之後，呢兩隻 ETF 會唔會賺息蝕價？今次就等我同大家拆解一下啦。歡迎嚟到阿厘投資功課。我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學識投資。等我陪你由零開始，一齊畫出你嘅財務自由地圖。本內容僅供資訊及教育用途，不構成財務建議。投資前請大家自己衡量風險。好多人俾 Covered Call ETF 嘅20厘股息吸引嚟買呢類產品，但係羊毛出自羊身上，你嘅股息其實都喺基金嘅資產淨值 NAV 入邊派翻俾你，其實只係左手交右手。當基金決定派息金額之後，佢嘅資產淨值同埋股價會喺截數嗰日下跌，呢個現象叫做除淨，截數嗰日叫做除淨日。如果想知多啲除淨嘅原理，點解除淨之後股票價格會下跌，就快啲留言除淨，我就會另外諗下拍另一條片講派息對股價嘅影響啦。做任何投資嘅時候，重點唔止係派息派幾多，而係要知道佢哋嘅利潤來源係點樣嚟嘅。就好似 Covered Call ETF 嘅主要收入來源係來自持有國企指數成分股，再沽出國企指數認購期權 Call Option 嘅期權金，亦即係 Covered Call 策略。首先要簡單重溫一下 Covered Call 策略，同埋快速重溫揀 Short Call 嘅4大因素嘅影響。如果你之前睇過我嘅片，就可以跳過呢部分。背對看漲 Covered Call 就係於持有股票嘅情況之下，再賣出一個認購期權 Call Option 嘅策略。呢個策略犧牲咗上升潛力，不過有少少期權金幫補下，大跌市下嘅跌幅，因此會有少少緩衝。如果想更加仔細咁樣了解 Covered Call 嘅策略，就可以睇翻呢一條片。跟住講下 Short Call 揀行使價嘅影響。Short Call 行使價越揀得低，其他因素不變嘅情況下，就代表收多咗期權金之後，保留嘅升幅越細，要低位沽貨嘅機會大咗。相反，如果揀嘅行使價越高，收嘅期權金會少咗，但係如果國指向上升，保留嘅升幅就多咗。跟住講下賣嘅 Covered Call 數量嘅影響，即係賣咗幾多張合約。名義保險越細，即係佢拎比較少嘅股票嚟做 Short Call，收嘅期權金越少，但係保留嘅升幅越大。相反，名義保險越大，即係做多咗 Short Call，收嘅期權金越多，但係保留嘅升幅就越少。然後講 Short Call 所揀嘅到期日，揀嘅到期日越近，賺嘅時間值流逝速度更加快。但係同時，如果期權由價外變做價內嘅時候，期權金對於股價嘅敏感度就變得越勁。最後講 Short Call 開倉時候嘅引伸波幅。如果開倉嘅時候引伸波幅越高，收到嘅期權金就越高，應付下跌嘅緩衝就越多。概括咁講，當引伸波幅高嘅時候，比較適合賣出期權。至於3416同埋2802呢兩隻 Covered Call ETF 嘅基金經理，會首先持有國指成分股去模擬持有國指，然後再每個月賣出期權。佢哋嘅基金經理會主動去揀期權嘅行使價同埋到期日。如果你第一次聽呢兩隻 ETF， 想重溫翻呢兩隻 ETF 係啲乜嘢，同埋佢哋嘅管理費，可以睇翻呢條片噶。跟住等我哋回顧一下國企指數同埋呢兩隻 ETF 喺4月份嘅情況。國企指數4月表現點呢？國企指數4尾收8682點，3月尾收8374點，升咗3.68%。而3416一開始賣緊8400點嘅 call， 後來有補賣8700點同埋8900點嘅 call， 而2802都係賣緊8400點嘅 call。兩隻 ETF 嘅策略都幾相似。呢兩隻 ETF 都揀咗4月尾到期，3416賣咗嘅期權佔名義資產嘅95%左右。而2802就賣咗100%左右。當國企指數4月反彈嘅時候，2802同3416因為收咗期權金都會彈上去。不過因為收市嘅時候 short call 入咗價內，期權被結算而產生咗虧損，要用正股嘅利潤去填補翻呢啲虧損，導致回報封頂。2802嘅回報只係2.83%，3416嘅回報只係2.88%。兩隻 ETF 都跑輸國企指數嘅3.68%。呢兩隻 ETF 喺4月都有錢賺，但係賺少過指數，大家又接唔接受到呢？不妨留言話我知。表面上呢個4月3416同埋2802跑輸咗國企指數，跟住我哋都要睇下
究竟由2026年年頭開始計嘅話，大家持有國企指數3416同埋2802嘅總回報係點樣？下面呢幅圖係由今年開始計到4月尾，3416、2802同埋國企指數嘅對比圖，派息嘅金額喺圖入面已經加返股息，所以呢幅圖顯示嘅已經係考慮埋股息嘅總回報。大家首先會見到，如果將呢4個月拍埋一齊睇，國企指數今年到4月尾回報係負2.6%，而3416嘅回報係負2.99%，而2802嘅回報係負3.45%。表面上三隻 ETF 呢4個月嘅回報都差唔多，但係等我哋拆開每個月咁分析下國企指數3416同埋2802嘅走勢。2026年1月，國企指數大升，國企指數冇做 short call 收期權金，所以升幅冇封頂。然後指數大升，所以跑贏 covered call ETF。然後嚟到2026年2月同3月嘅大跌市，呢兩隻 ETF 收咗期權金做緩衝，遇到指數跌市嘅時候會跌得少過國企指數。然後嚟到4月，指數反彈，3416同埋2802收咗期權金之後回報封頂。由年初至今4個月埋單計數，呢兩隻 ETF 1月嘅升幅抵消唔到2月同3月嘅跌幅。而4月反彈又少過指數，呢4個月以嚟，國企指數同3416同埋2802都會跌，但係國企指數升市又升多啲，跌市又跌多啲，而 covered call ETF 就升又升少啲，跌都叫跌少咗嘅，波動冇咁大，不過俾咗管理費俾基金經理幫你操作，佢收你咁貴嘅管理費，但係當計翻包括股息嘅總回報嘅時候，你就拎到同大市一樣嘅表現。而且收息嘅時候又俾人扣手續費，大家又點樣睇呢？你又會唔會自己親自做 covered call 或者冇槓桿嘅 short put 慳翻啲管理費呢？ covered call 就係冇槓桿嘅 short put， 呢個係因為期權入面最重要嘅原理 put call parity。我已經特登整咗一條片講呢個原理，如果想了解多啲呢個原理，就可以睇呢條片噶啦。所以如果你想自己做3416同埋2802相同嘅策略，你只需要拎足夠接貨嘅錢嚟做 short put 就得啦。呢個叫做 cash secure put， 係新手可以低槓桿去試嘅策略。尤其係有咗附圖嘅期權功能，無論用嚟揾資料、研究策略，定係即時落盤嘅流程都好順暢。咁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covered call 或者 cash secure put 啦。期權高手 Option Jack 都成日做期權短倉。佢喺富途同 CBOE 舉辦全香港第一場實體期權峰會，分享咗唔少貼士，幫助期權新手由理論走向實戰。我就精選咗2段出嚟。第一段講點解新手如果想學期權，適合由 short call、short put 開始；而第二段就係講做 short call、short put 必須要避免嘅陷阱。如果真係你要長期做期權呢，咁其實頭先幾位嘉賓都講過啦，就係你一定要知道個盈虧比率。200定律啊，唔係 long 嘅勝率低啲 ，short 嘅勝率高啲，係2成同8成。如果要精確數字嚟計呢，其實可以用一個SD 應該係85% short 係贏面高。你 long call long put 如果做一個標準差嘅 OTM 嘅 call 或者 put 1個月時間計啊嚇。你嘅贏面係得15% 嘅啫，所以如果你要喺期權市場度生存落去呢，你第一件事要做 short 啊！好多人都話：做 long 開始啦，一日輸啲唔會輸死，當然唔會輸死。但係你做如果用 long call long put 去做嘅話呢，你1個月之後你唔做噶啦，日日都輸啊嘛！你唔會做噶啦，咁你之後嗰啲嘢你學唔到。做 short 嘅話咧，好多人話驚，哇！我輸爆倉啊！咁其實做 short 嘅話咧，你一定遵照一個規則，就係唔好 short 嗰啲即日到期嗰啲，千祈唔好 weekly 都唔好。譬如下個星期5到期，我做都 short 都冇。如果而家做 short call short put 嘅話咧，港股我做6月底嘅，美股都用6月18號嘅。美股第3個星期嘅歐式期權，最好係由歐式期權開始做。嚟到2026年5月，究竟3416同埋2802點樣揀行使價呢？同埋佢哋做咗幾多張 short call 嘅合約呢？3416賣緊嘅 call 行使價係8800點，而2802賣緊嘅 call 都係8800點，而兩隻 ETF 都揀咗5月尾到期。
3416賣咗嘅期權佔名義資產嘅100%左右，而2802賣咗幾多？網站今個月冇直接披露名義保險，用收市期權金調翻轉去計，都係大約100%。呢個月3416同埋2802嘅收益都係8800點之後就封咗頂。國企指數一旦升高過8800點之後嘅升幅就冇份。如果你哋希望我每個月幫大家 keep 住跟蹤，就快啲俾個 like 我，同埋留言每月跟蹤 Covered Call ETF， 等我知各位觀眾中意呢一類嘅內容啦。咁你應唔應該揀 Covered Call ETF？ 最緊要嘅嘢，等我哋還原基本步，諗翻你投資嘅目標係啲乜？投資者要諗嘅就係投資風格同埋目標，係為咗追求資本增值，定係為咗高息靠派息嘅現金流呢？每個人嘅投資目標、風格同埋風險承受能力都唔同。如果你嘅風險承受能力比較低，你要求保本嘅，呢兩隻 ETF 都唔適合你，因為 Covered Call 理論上嘅最大損失等於目標資產嘅價錢跌至0，減去已經收咗嘅期權金。如果要保本，你就只可以做定期或者揀短期美國國債，又或者貨幣市場基金呢類嘅超低風險嘅工具。想了解多啲，就可以睇翻呢3條片噶。如果你想安全又方便咁收息，就可以試下富途現金寶。如果你未有富途戶口，仲可以用我嘅富途專屬優惠碼 ALI 嚟開戶。詳情請參考置頂評論區。如果你接受到波動而仲想參與相關資產嘅升幅，認為相關資產仲有得大升，最好就係 Covered Call ETF 都唔揀，直接買翻相關資產嘅 ETF， 同埋你睇好嘅股票會更加好。因為冇 Short Call 限制升幅，但係如果覺得相關資產會橫行或者牛皮，你好需要定期有股息派翻出嚟俾你做生活之用， Covered Call ETF 或者就會適合你啦。如果你覺得相關資產仲會跌，咁都唔好買呢隻資產嘅 Covered Call ETF。因為 Covered Call 係睇輕微上升嘅策略嚟噶。至於而家市面上越嚟越多 Covered Call ETF， 咁多款入邊應該點揀？如果想我幫手做對比嘅，就快啲留言話俾我知你想我做對比嘅 Covered Call ETF， 咁我就會考慮分析一下噶啦。另外 Covered Call ETF 賣期權嘅策略，如果係賣 at the money， 而且只有1個月就到期嘅期權，然後不斷轉倉，呢種 ETF 最驚 V 型反彈。跌就有份，反彈冇份。期權金唔夠彌補錯失嘅反彈，想重溫翻點解會咁，就可以睇翻2026年1月回顧呢一條片噶啦。總結一下，4月份國企指數反彈，2802定3416都跟住反彈，不過因為收咗期權金，反彈幅度不及國企指數。嚟到2026年5月份，無論係3416定係2802，佢哋 short call 嘅行使價同埋到期日都好相似。由2026年年頭開始計，國企指數同埋呢兩隻 ETF 嘅表現冇咩分別，都係跌。如果你而家持有3416、2802或者其他 Covered Call ETF， 不妨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下你持有 Covered Call ETF 嘅睇法。最後要多謝會員 Jackson Wong KY、King Fai 2112、Cliff Fan8716、John Lau 2397、Academic HK 同埋 Lau Andrew 9481支持上次影片。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嘅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馬尼投資功課。我哋下次再見。